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玩你好邻居第3幕。然后我们开始大家，游戏开始。你好邻居。现在开始游戏正式开始。这游戏还没开始之前，还是需要拿东西的。我还要拿。你好邻居。完全是看邻居。你要哪个？你要给我飞。听我的。然后我们继续。别听我的。行。听我的。行。然后我们继续。我先开始啊。这里有点坏。哥。哎，不，给下。继续快点。快点，玩这个。等下。玩这个。等下。玩这个。等下。玩这个。好了。更不好了，别人。好玩就对了。我又要说你。是我哥不是讲了。然后我们下玩这个。我们是要去那个邻居啊，邻居在隔壁个地，这个别。我操！邻居来了，邻居！我洗掉了。邻居来了！这是哪个东西呀？邻居在外面。可不敢去。我是进我家。邻居在外面。先进我们家先。可能我们找东西可以拿。好啊。我需要手电筒啊。我要那个望远镜。啊，我要望远镜。我这没有。我要望远镜。我要望远镜和手电筒。哇，手电筒。我要姐姐看你。你说。我靠。邻居，你个梦，姐姐，搞手电筒给我，看你。可是我手电筒个，你需要跟你去搞。姐姐，走个。这入口在外面。我靠！操你妈！回这边呢。哎呀！我靠！他派过来了！我操！妈！去我家。妈，我手电筒哎！手电筒又不见。你肯定是不知道。邻居有人呢。别紧不是大家。日本不知道我干什么。邻居呢？操！
我靠！你妈了！邻居在我后面。我操！别玩了吧！我操你妈！我别个。有一家邻居在我后面。我死掉了。你滚！我死掉了。我别的。不要太不行啊！我要很美的。也很美。有问题有疑问可以跟评论区找我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